带大家来看两只鱼，头一只是中国杭州东门园一只马来鱼，最近伫网络顶头变甲真正，是因为伊会晓徛起来，佮甲人握手，有人讲这是工读生真的。另外，伫美国加州有一只乌鱼走入去邻家厝，一个浸液槽内面的水，厝主是赶紧报警察，不过警方来看到也规个公去啊。我要笑死了！东门园这只鱼徛甲真栽真直，鱼掌扬起来，尤其一个叫世界手，动作甲人实在是有够像的。中国杭州动物园内底一只马来鱼，最近伫网络上真出名，也红到海外去。原因就是这只鱼的一举一动，实在是有够像工读生来假冒的。它站立的这个行为，也是它的自然行为的一部分。这只马来鱼卖这期是人去假，园方赶紧率认清。讲这鱼科动物伫野外就徛起行为，尻川皮皮肤松松了了也真正常，真正毋是穿道具服装。动物园这几天游客增加过那城，真侪人拢是好奇来看这只马来鱼。昨天的客流量寒冷动物园超过2万以上了啊，是明显的增加了一些，有很多的人专门来看这个马来熊。半信半疑反正今天可能就是专门为了它而来的。镜头转来到美国加州有一只鱼，互人惊一个。加州伯贝克警察顶礼拜五接到报案，讲徛街出现无请家己来人客。赶到现场发现一只乌鱼伫水池内底泡水纳凉，看到人了后也无随紧走，尾仔佫耍水耍一个啊，才走到边仔的树顶，佫伫顶头佫2点钟才慢慢来离开，结束这座清凉的旅行。讲是新闻，市湾0。